谁多少一个男配置2个女婿们哪弄得里去？现在不过里向3个人逼得虎口难合，只能够精神拉婚。人面对玉面配个亲，这个婚难了。18岁刚上去肯定不答应。至于想办法的枪花了翻门开，但是这个枪花难的门开难翻，一路追嘛一路了拉动南京。路沟之地空灭，孔夫子是一代圣人。拉同时呢有一个曲后叫杨后，这张面孔打孔子上的一日一样，想到面嘛相同的办法的有，心里想有自己，家里想大进，一路想举我，一路马正龙行地道而来。地道里向4个仙郎，3在4西来关的路，让厦门给葡萄牙，一看谁多少来。昨日子的大你东高配子亲，那是来讨要新闻，3地泡沫皮，哦哟，来香菇，来香菇，来香菇啊！哎呀，难得龙家。平常你叫这2个地下人看见我，靠几个叫谁先生，不靠几叫谁多着。今朝叫来香菇，因为你多个东高。但我能定之亲，今朝这个婚也拉得脱，但不是这个，让我让这2个地下人身上下起一道锅，让我用闲话洗脑了相公3个字，啪，能够卡脱的，说明今朝个婚拉得成功。假使你都跟那个子神语也叫了相公的，看上去今朝个拉婚有难度的。谁都在做功课，杀伤队的。哦哟，我到上人又来2位，小东哎呀，来香菇，高升单个父老乡西啊，哈啥？是那来香菇的省里向去马门是分打到来香菇。你那见过啥？见来香菇啊？你那见过来香菇的？去来香菇啊！昨日子打来把你东高配子亲，那么你看见那事业叫来香菇怎么的？别说这问题。我说你人也不拉送去，我不拉富士吃肉骨头，那富士啊！今朝刚刚得送去，皮头铺盖为了手浪向了海。来香菇今为真的呀？再叫来香菇，我也摆面孔来冲我眉头不来。福建那来香菇叫啥人？你平常见过不少？谁先生？可不是你叫谁先生？啊，那么谁先生？看上去混拉得得的。我怪真的呀。啊我牛本嘛马上也走起来，哎，不能配亲不配亲，我得心不定拉黑。要当都东高慢慢对的，你东高，你当个通兵，没好，通兵先生，你等一下，医生，地下人带里向通兵，王氏听见讲3人啊报来，浑身不头，青灯不死2手。有警规则开出门，自家一路亲自出去。哎呀，张灵阿爸那个杀上话，那里王贤女婿女子，看见这张灵阿爸擦啦！听起个头名声音声浪的后马尾日起来。王女啊！啊，张灵阿爸，你见过啥？张灵阿爸哇！你那见过啥人？哎呀，昨日知道阿里等那派子先，那能渡过牛，派把阿里做老婆，阿里是要叫那张灵阿爸是吧？王女啊！我这个人欢喜累不噻，可是俺都晓得个张灵阿爸，但是当我们累养累娘累才可以，啥人家只有我能别人们，比叫我做文为也很。哎，讲得对，张灵阿爸讲得一定不错。来再叫我3人，我要摆面孔，我要叫你阿舅啊。 3人还于是还阿舅的从来分办上过啊，还不管一个人要将心比心。我吃饭出门做生意2个多了，今朝刚刚回去收取我路过那门口，打招呼，那寻我12个开心的说啥名字？不是，慢慢讲，全是知道晚婚的那个啥上话，我来让胡修啊。 还来武士啊！我说你压力想承受，牛本说你压力谁还为收取？哎，杀伤头里落水，好，这个头那个心是更大，收取也落水。那个没毒的，哎，不压力设定，那么再开始，今朝刚正的收取。 刚刚到休息，富浪去过啊？外分周期了还外分转去过了？我眼睛周期。哎呀，分转期是事情一点你才不晓得呗。王女啊，啊，我怪在你啊，再加上人我也摆面孔啊！是个啊，
不足心了。哎呀，金先生，混老太一半在，我眼睛周起。慢慢想，金先生，我没辰光呀。不是，我出来2个东西，离亚分不是，慢慢讲。金先生啊，那里有要紧事体啊。为啥子？等等太太。我没空呀。不是呀，俺里刚正讲那讲令啊吧？不是俺里等那留不下，他不是见那别人，不这边人有道理的呀。见我3人为有道理。当然我这个有啥个道理？哎呀，俺里刚本来听生言2句讲不清楚，你是查，给他们说吧，查，人道理下。分兵之手定，第2人送上乡民。简先生啊，那个昨日知道黄昏了，那让无锡，哎呀，那么简先生啊，可以弄来吃一份究竟味点啥个讲究，要到无锡去，刚把俺里听听看。你现在门上来嘛的，刚正3个句话说上去子。王爷呀，那个说起来100起，做啥？老2个多个门前了，我扬州的办理寄得来封信。是扬州穷火锅门口了，吃那个瓜子多少了？吃这个嘎点那着？谁都在想这个办法，诸葛亮想不出来。吃那个瓜子多少？要洗筷子，还是苏州人啊？还是那虎门街土地3家人家。那么我想这个谁多少么是我的？分明是没我的名讳。就是哇。那么我想你去讲我个。天下间最不完的路谁不完的土地。既然没得我名，说明我这块牌子响。明白。对。那么你了扬州做生意嘛，偏是了扬州开一杯谁多少分啊？哎呀，简先生，那个气量倒是多的。那想得到个高地多少可恶？做啥？你晓得我有个囡呀。但还拿我囡先叫得知配亲嘛，这也让皮皮弄的。要洗筷子，要洗。那我不要天气。就是我。我给他把自己的囡先叫不来东配亲西配亲，谁当我门上他囡我会弄得里。就是我。我为此囡先叫嘛，别的后头眼睛同心够到扬州，我救我初3同心。救你初3？今朝是11个初4。还是2个我吃的2个好丢。那我够到扬州已经寻了2个朋友嘛，带我到穷火锅门口去寻那个高地多少？俺寻上个。这还王女啊！天下世界的事体真正稀奇。做啥？这个高地多少都还打我，长得一时一样，长得一样啊？面孔一样，长度一样，长得一样，声音啊一样，脸的可是也一样，可是我一样啊！要喜欢的，这个剪刀是阿伟的刻龙刻出来的。那么我想阿伟的真的是一个刻板里向弄出来。你是真的么？要么我是假的。那么简先生啊，耐心到一点点区别没着。那么我仔细看，总算把我2道上户认出来。那个两个铺仔？一道上户把那面孔上的肉，面孔上牛，那可真少。那我面孔上向的肉是14粒。高vị都在个肉是万4粒。真的是那外语道上。那米嘛一粒子2块钱，2块钱。看见的。我有粒子你唔不得。你那唔不个？谁多少门开针，搿粒子100开支米嘛看得见的。那谁是个啷的呀？2道上户不动。不过年轻上么唔少看去炸，努力一把头。我说那个高地多少对子的，都拉黑经过这一场皮的，此地没我个名为当了。就是我，谁看一个脸哈子？好嘞，做啥？天下世界真正稀奇。做啥？但那个高地多这个后阳功夫比我还要好。比那还？对我小嘻嘻。英哥哥。是内心谁么？我还心谁？你为的多这么我还为多这？你是了数据嘛？还是我？不合适了数据。真正数据上呢，一个人是么？你要好少特不？你要喜欢对面2句海话的，不能干讲里的错。这2句闲话我都无意对答。哎呀，龙江他是吧？那么那我扬州帮有帮忙。那个？一人一点逼迫努力，突然不晓得那个高地多少。你没听啥？你是真的那个高？是啊。实想对那句，不是想偷到衙门里举办。对。王女啊，这个就叫虚则虚，实则实。那个，一下么绿头。
刘特人，理不理特我忙啥子？忙的啥子？理侬我能配亲们，我哎呀，打把人过去打啊，我去带过。那么眼睛打把人搞不你打招呼，门前不搞你都在，你配亲不收手。是个。我们是真该，是个。侬们就一个。俺话刘特，总是扬州人没好讲闲话。那个三位的啊，外海，搿桩事体来，节目我不想2日。是个。但是2日天刚刚过得那个消息，啥个消息？窦明高人都在离开扬州到上州了，一路上我们能派出到上州去了。那么已经离开扬州，赶到上州做个挂头都是安住了。台湾一家人。那么已经再到不人搞不理想去打仗好，实在对不起。是的。门前不搞改，我们真改。那么呢，总是再后打他们还分吃东西几个。那么我做次看着你提上来。是的。不晓得有的那个消息。啥个消息？窦明高人都在离开至上州的无锡，一路我们能派进到无锡去了。该就是差来屋子。做啥？你还晓得我们能派多少钱？派几个？派67个。67个要喜欢的。那是我觉得不得了，已经离开上州，赶到无锡嘛，做个挂头多少？安住了。台湾一家人。李总管台湾一家人。那么67个来几这样子？白头家境不老的松手白的昨日这浪刚刚办结束。自己嘛来开子，心不停止，后面就睡了让宋安日，弄一碗糖粥吃。糖粥子。王爷啊，那个宋安日搿碗糖粥实在好吃，味道好，一是鲜了，一是甜上头有桂花、莲心。再好吃么一餐乌松头，还有乌松头啊！可是我们刚刚也想吃乌松头，但还有的那个消息，啥个消息？高人都在离开无锡的苏州来人，到苏州来着？那么个别提起来，苏州是个土生土长我们地方，修是还是来到苏州来开我房子啊？可是为当了的，所以我一餐乌松头也分吃我呀。要紧多特子，我们上手，提前落到无锡，半夜里开手么呢？今在让方正的，今在上刚刚到，我来做个高人都是，做个家政那着，做高人都是，做么外分走了，分出来我们人啊光正的了。你们倒是苏州的？是呀。哎呀，那么狗血啊！去牛山啊，那个巷子打个在玩。王爷啊，啥个上当了不上当？我一刚正我听见配亲不配亲，哪桩事体了？钱先生呐，讲出来买外景呐。哪了？哪里绑着这个嘎肩的走着呀？谁都在开心，出来自个头上来个。你们俩办的高人都是。哎呀，讲不难听。昨日到上半年，我遇到本门瓦市新高的有车系学长，我做了5个5分。来，搞得慢点，这2句讲英文我一句也没听懂。不是哪里欺负过呀？欺负过。讲不难听。昨日是到上半天，我里到本门瓦市新高的有村去宣传。是这样。为着那辰光，路过我们要到第三家，我不例外。看见一位独姑娘在门口都扫兴。肯定我能些。哎呀，这看见这位独姑娘啊，脸孔标致的非凡呀。哎呀，俺里看见这心里想热溜溜。哎呦，为了老色迷了，一打听呐，原来这个独姑娘啊，是那简先生的女独小姐。没听过。俺里关照底下人，请那个简先生请到俺里殿堂里来。哎呦，王女啊！我不拉苏州那些的，我们拉无锡问，就是呀，我拉无锡那些怎么晓得个呀？晓得个，怎么那人说你？哎呀，那笨的来就是个嘎边的早呀！那弄出来个高人？哎呀，就是你要做分组那个嘎边的早，还是弄到那地当？就是哇！这么王女啊，这个高人都在来么？你暗口清爽，这个肉的思虑。哎呀，粗心不过分看出来呀！这个外语的字，哎呀，黄昏就点这个蜡烛火光，这些分看着。那我也上当。就是我。来呢哈，那俺里努力先到殿堂里，暖房里把狗吃本子，吃暖锅，就是我吃到一半，那么俺里第一9千，给你肯定答应，就是我一口答应了，那么俺里不叫你讲你阿爸，你那么叫俺里女婿，像真的这个，哎呀，说你拍个亲，就是吧？还有美人倒有的，可是问题不大，做啥？只要与美人高人都在对不起，那个。你弄美人还得来，你寻到美人是寻得了高人多在，谁都在去个，搿张脑壳么拿喊起来法子，你弄美人喊起来，喊让美人举杯高人多在，你接出来，
简先生啊，那么狗想啊，那个美人不会开口的呀！哎呀，王爷，你那寻那个屋子来做？不是我子呀，是在人骨呀！哎呀，你根本那做美人。哎呀，讲不来听。哎，俺里么说你想要酒钱，那么你讲要美人，哎，那么俺里讲请江兆峰、戴兆峰，没好吧？刚刚带的吃官在福建里的。哦哟哟。那么俺里讲请年兆峰、王兆峰，他们说。你讲年王先生还福建里的。哦哟，是对为是。那么俺里讲啥不是做美人？你讲人骨做美人。人骨嘛，第六官员，滚滚远远。哦。太湖碰碰杀是你新朋友。李湘啊，代教是金元宝，书粉是银莲了，气势歪歪顺啊，扑扑长了，节节高，哪里不个家庭那种搞得七荤八素的，就答应我来的呀。分分那是呀，现在得名在人骨供了哪里个大大理想哎。到，唔记得。哎呀，今朝上半天啊，谢先生，俺里副小本呐，已经送到那府廊上了。哎呀，那新特级我那已经送破了呢，俺送多少？500两银子。不要唔少，非不高的都在半路浪向，这得起是哪种？给到不完个，给到不完。哪不完了？俺里底下人都刚刚刚刚这副小本啊，送到午门教徒第三个。是那简先生的府廊上，送哪个屋里？是位乡邻人家的老妞妞收下来的。哦，搿但是问题不同了，假使了让我屋里嘛，三过了让哪屋里？应该是。我马上回出去啊！门上看，假使有这样一副布的，我关在乡邻人家帮忙送出来。王女啊，假使没人按桩事体来完起来个吧？这个布到底分送了我去，对，真的发达，真的发达。都在门开着，非得老婚为要700-500两银子拉开。那么那同事听我们已经走去门清爽。不行，500两银子小事情没关系。不，俺里有另外位要紧的事体啊，等着商量。就是那个人，如果你配帮那个哎呀，王爷呀，现在啥个辰光你唯一提亲的这个，那么大来被500两银子小事体，我一塌瓜子一个农三家，凡一不挂地都在瓜子得起么我无哎呀，是个俺里不是，对不起，这位，没事。谁都在大车子里抵到门口嘛，开心，想个头名贿赂的，不我7个里手8个里半，终是相信子。现在婚拉特的，心定的，所以到外里放步，让走起，那么多放步，贿赂的往事越想越好。头名想配亲想他两队都结果弄出来个高地多子，还都是搞相当之屁，一个多起唔出事，出了4个小郎身上，3代4些来个大。东哥，那么就是你反等，东哥你这位卡有拉等的，你个啥话呢？尸体一点不委屈，是啥个啷不委屈？想得起请个简先生来，是蛤蟆头洗老总，弄这个家间的找来。害得俺里上当受骗，全部该滚蛋写生意，先不和告，想着来。这两个地下人立了旁边才口喝了黑，想天下世界谁头么也让为那东家子，真个了高个了。东哥，你妈别看啊！我说你来个是。挂地多在就是吧，真在么真的上地吧，那么真高区别了啥然后呢？我只是个哈特人呢，真见得着面孔那个妞是14-6个，假见得着面孔那个妞是黄16个，真见得着眉毛里有颗刺个，假见得着眉毛里是不刺个，我只是个上了愤怒浪向，这位肚皮上滚蛋！东哥，你妈别后，你们说个14-6、14-6么不懂的，但是有一点你没听上，说你来个干部，就是吧？那么说你知道来个干部都咱们来安送啥么子不理？什么事啊？送对郎的家郎的了，我有带过，说你知道一套衣裳了。那个像是送过一套衣裳不里的个，送啥个衣裳的俺忘记。分马记，俺里晓得个。啥衣裳？丢郎像乌龙面之锦，身郎像天魔比海星，这两项是屎牛比火血。那么今这个真理都在身上咋地上？呀，想啥还是乌龙面之锦，天魔比海星，屎牛比火血啊？那么东哥，
那么事送不高的，这个衣裳哪真的会扎得来个你？哎呀，师兄，看上去要么这个真件大招，他那冒充假件大招，你把那个出来了还多高？啥？还有啥真的蛮粗高的？哥们你为啥要这个做啊？真的了就是高的，高的就是真的啊！啥记得俺做每天上午，叫初二16不不来吃肉，初二16不把俺里吃肉，没真话。啥个讲究啊？那不是老板，哎我对做堂里的工人平常吃点少的，75个月。哎谁是初二16开荤吃肉？哎，初二16不不来吃肉，谁是拉脱那个荤，拉荤啊懂了。要喜夸这个他老干部是来拉荤啊！没听说拉荤吧？好，谁在实现？是好少点那个老干部去做出来。什么？来怪得了，端正昂扎默认。来，老干部围出来。哎。大银鞭吧，要是拉混，努力吊了郎亮，给他狠狠的打，可杀两本，哪里来还你们？有什么？不能一声吩咐，谁来死去，两下拉到他奔出去。到底到外面一看，这可见谁多在多余，为了夺房子，有劲哈啦啦不着，行了，没你怎么就是呀？像吃盲将那个努力得到给他动听老乡呀！谁来人？谁都在床上来没定心，想不得发上头里打我，努力出出来嘛，这个心哒，老天，啥个老乡吃个毛病的，手搿点闲话讲得天无缝，不晓得谁都在那治理唔不毛病，身上才是毛病了还，废话，谢谢。我女啊，肯定有啥个事体忘记脱规则话噻。对李毛毛身上像狗肉的衣裳，才是昨日子当中送不离，没好，不得了哈！真的多着，高的多着，顶吃面孔了，肉为14六万4六了也是。是啊，娘我牛来叫你上娘包口里呢喊。祥林阿爸，我你看你那一路老叫啥人子呀？因为昨日知道等来牌子新，所以今朝叫那祥林阿爸。你看我打来钢琴上次，昨日知道你办那个钢琴多噻。昨日知道是假件大招，那是真件大招。那肉个死嘞，顶起来肉个死嘞，不要肉死嘞了。祥林阿爸，昨日知道有个假件大招来啊，俺里送过一套衣裳不离那个。那个今朝这套衣裳，在那个真件大招身上，那个刚刚去，为啥讲究？谁都知道这个一节么谁了老子？俺是俺会得法庭。有四个人我们家杂志搿套衣裳来拉混，真正把这个出了那个。眼睛们在驾驶闲话当中露出破绽，搿等三位也不离开啥的。话题要想句话来配，但是想句话一时头上也不句话，不句话要露破绽，露破绽要吃生活，为之不吃生活要想句话，一时头上也不句话。到底来讲，急中生智，杀上头里带针子的往西头。做啥？那做啥啊？做啥？想句话做啥？那想啥么事啊？想不出有的想了。你不是想到后门里了？做啥？那做啥呢？想起来子。做啥？那做啥？你手头有眼光。什么是有眼光？昨日你路过我门口，看见我囡。啊，是个。我囡还了老狗呢。啊，大姑娘还让看哪里？囡才叫看见你们是那张面孔了。啊。生得还可以啊！大姑娘，刚刚你面孔上的标着嗨，嗨是不嗨？哎，你也嗨不出来啊！还可以，还可以。其实你两只眼睛特小，细成一条缝。我的眼睛蛮大的，不晓得眼光阿灵，眼光嗨的呀。那么侬先叫不晓得你眼光阿灵嘛，所以叫我今朝来试试你。那试试哪里？
是我来的眼光真的不错。那不是来拉婚啊？我们来拉婚，还是侄子来送本我衣裳来拉婚，我比死人走。哎，是个。谁都在想，今朝真的打死人，差不多拉黑。我们来拉婚那是。我真正拉婚打出来到门口也带着我。我不让读房部。读房部啊？那不相信问两个谁读书呢？哎呀，可是你呀，一句说一句。哎，谁在的确让读房部。我晓得那一路我再出来，你不在我出来，我自个还要出来。哎呀，完了，哎呀，我，哥们，走，讲两把说。哎呀，哥们，现在是起来讲两把。刚进这副小本嘛，那收着走啊。那咱只能给人人收着在。父母那是我今朝随时为个父母来，做啥？你送个父母不是当看。哎呀，甚至俺里今朝翻过往里，你想买海个？你家是海，你家。你还晓得个父母送到门廊下么4000多娘舅了？俺里个牛舅啊！俺里个牛舅怀旧人啊，洗头是常用的。不是哪个娘舅？这不像你。我哪个娘舅嘛？谁是哪个娘舅？是个，俺里牛。打开娘舅口气这么水门，我实在个父母啥地方来？我告诉你，农山叫派清，派不王高当老板8万富翁。我想这两句话讲上去嘛，你多娘就应该开心。是吧？不晓得你听见嘛，面孔当月了。做啥？是的，这样子。格来呢不作兴。那个，农山家还是43路的还是啥？今朝呢派不穷人，我不来讲呢。大家加班胖。今朝农山家派不王高当8万富翁，还是个父母送到门廊下冷冷清清。声音俺们的，你能搞过去还是做小老布了，还是白高屋里？哎呀！我的唔说了。到那个两句话一讲，你多个老板娘。啥个老板娘？我能搞不你妈是老板娘。是个俺里个老板，你有那个。你听见嘛两多眼里，做啥？不肯告子。首先来不会受伤，那我师傅眼睛跟我马上去办头，你都3个人，所以我现在来跟你商量。那个，能给个父母3起睡一睡走起，另外再给一个日家，龙背大名，痴痴淡淡，龙梁作嘴，隔壁相邻，日奶奶，谁都在这里的，只要来不睡走起，再也送上门来，我穷呀，一样帮人多出去，那各种事情唔进去了。总会答应过，是啦，另外给你讲，不晓得谁多少。那倘是今朝上来，随着个两句话了，这个贿赂都做行上当了吃惊的，那种洋酒了、腐蚀了，才都起他个。不能讲真是个真的多少，高的多少，面孔上用么14率了、玩死率了，个王先心里想有是提防性质了。江林阿爸，那一那个吃火牛子哇？这个哪吃火腿的关键俺里，今朝那副小本嘛收进去，另外再给你。顾他俩你们送信送得来，那么的。那么俺里见那个没啥，顾他俩你送的那个人光嘛，那俺里送的那个不是一样再读出来。你比我聪明了很，我哪会是俺种的？江林阿爸，俺里的那是，俺个是做生意的。说一是一，说你是你，没真没。送去这个么是放修脚人的，送小本干你不能修，修脚人不吉利的。你眼里今朝这副小本送的不老板，那么俺里另外送信再送一副都没关系的，那个。哎呦，那太太，不肯收周期，那么呢，我个不来俺个。王女啊，还是我做上人的我难不听啊！不是不听那장林阿爸个海货，实在因为那장林阿爸火的话挑不过，俺的弄不过那个，没有，我能啊分公门上人的闲话已经不听，能够之门内眼睛不离外于我上人了。阿水不修，根本那非挂我上人那个能不配。好老港府啊！你我上人来讲的，今朝16来拉婚的，拉哪个婚的哈？哪里门呢？那还有种连岗3声不派，23上、30上、38上还不来听。你看，我们农山叫300分的内上的没等车和3个月里让我配上那个最高了呀，不配。好一声，
我能一他瓜子13岁，今年内有32岁，退位神岁，年龄不相当，不配。两世。我能滴滴呱呱苏州人讲菜，我来调里里弄多多。那徽州人讲哎，我说不说，会不会那个哎，我也听不懂。农先叫讲你听不懂。组织夫妻当中唯一碰一个翻译了，还是啥名堂？不配。真是搞不得贿赂都不配，做两队都不配，那个头名讲都不配。好，老港府啊，老港府，那些都是来拉混，谁来时间来过的啦？摸着老港府吊起来，这把你狠打！一上吩咐两个小郎过来，许诺许多少两上去，哒哒哒哒就去，一根绳的忙着两郎相处处，嘚一拉，谁多着？可个一哈嘛哈了郎子，50开外个年纪，现在两只手接了当，忙两郎一点。两只脚最低的地，一个人也100多斤送得来，这个分量，谁吃了让两只脚最低那么难吃的些？50开外年纪为了让后天芭蕾舞实在吃不些。第三，吩咐众家。谁来一把头？身不远近，个爹亲，就这儿弟弟来亲。现在我真正希腊之地，能些家能够到喜未来成为夫妻的，我是只看眼边。我希腊之地，屋里不明晓得，能些家临时不就唯一不个人民贿赂都不出，可么难办？寡人不吃爱这一块。硬个不来，再我来，总是原先心生气，大不许红皮蛋。这咋会落到眼睛门前其他我讲上去谁不顶用，至于那能些这样的把队举出来，做事为能够抵挡一人，谁都在做事做得出个在哪里打上头里哈东啊，这个小姑娘她是一盆来菜啥个呀？哎呦，王师听哎，我就不对的吧？哎，慢慢讲，慢慢讲的，慢慢讲的，慢慢讲的。张亮吧，那个啥么事啊？大姑娘、小姑娘啊？我那农县只要派不来王师。哎，农人问我王师是啥地方人？哎，我说你是惠州人。是吧？农县只要哭出老母说呀，你那弄我搞不惠州人。惠州人的脾气缺啥个呀？哎呀。是惠州人喝起来喝啥，吹起来也拿高指部点起来打的。不为个，不为个。那我是不为个。哎，
50个阿文高估计么难那些都不会的。真正点起来，当是三米之人所谓来不及的。那么我说侬啊问题不大个，今朝我去试试看。我一句真一句吃，一句说得里三，一句说得里天，可怜呐，没好啊。我话说子山上来弄，我突然人点起来，还是回去人点上人手先进长辈。哎呀呀，张你阿爸呢？不是来拉婚啊？我来拉婚的，能配不来王高当老板开心也来不及。哥们，那个连杠30不拍，我打来溜，在那里溜啊！哎呀，喜欢的啥话？不放我真的要拉婚的，那么就是，放开！有什么？三个晓得啊！张阿爸，小东西啊！你好，夫妻个多3人点去。夫妻啊，俺里是刚才那要拉婚啊，俺里发生后劲子呀。那么俺里这个人是这样啊，发起脾气来呀，有辰光记录实际的自家没自家记录得上有7斤，那不是这样记录？是个。今后再这个样子，我当然摆面。俺里不够的。那么真正要拉婚。是，俺里想着摆着。那是我的。那走。那是我的。还个，哪里我来南北？我干不来，俺干不来，再按一按，当也要吊起来，再有一张旗子，至于了让大盘浪向让我背一记菜糕，抬个高低，抬得个头名往水吃不落么，回头特子老的，对，还有是呀，张亮吧。那现在看上去个副盘阶段收入那10头不收，不收啊！那也没分上吧？俺里另外送一副，是我还拿不落个。根本那个这样吧，3盘数字慢慢讲送大盘的辰光嘛，那也能慢。那放心，张亮吧，送大盘的档口啊，俺里亲自当面鼓秀啊，吹打送得来，一定不大姑娘抓住面子，这个面子要抓住。那放心。那么那3盘送啥是500两。那么大盘送多少？也是500两。大盘500，3盘500是这个分不出大小，应该讲是全盘还是？那么是个大盘送1000两。一千是得蛮多，不过一千是个单数了，不大吉利。2000两，2000两倒是双数，不过加上门前的500两嘛，纯粹是单数。那么送2500两，加上小盘3000两。还是你都怀旧人，这个3是双数的单数，那么纯粹单数。那么东在龙子半日个来讲不了8千高。队里毛把人家他个小老婆2头多，赶路800两银子，竟判出南天门。我现在不离3000两，为郎长多意思。那么队里毛总要开地道，今朝娘来讲，可能要几货，讲两吧。那讲吧，俺里要讲个这个的，那要几货，俺里本来几货。那么这样吧，多起手部来是逢金10个，吹个双数5000吧。有5000两的啦。答应了，不答应还回头个，人家回过我439，我分答应个。跑的头得了，为人回高了，但是，哎呀，好，5000两就5000两。没好，那么另外1年4季这个衣裳皮革单数棉么预备送几货？送内箱，你阿样开地档，做啥？当北美高档老板送1箱子衣裳，你哪舍得吃口？那几箱？起码10箱。队里毛在上当球队发门，当的是重要的科门里来。重要开地档，当时下来个旧衣裳不只有几货，轻的10箱不离。好，90箱。我讲了，这队9个翻1新的，你到老居的是好的，才是剪刀开了下来的，哈登都能搞过来，女儿打出来的。那么另外还有6厘送地上，那可先进6厘先举6厘，神的跳神的我欢喜讲了清爽。你能在家支持不欢喜？欢喜金子就金子。那么你都怀旧人当个水师，各种式样难看的也是有种独扎头过了不断浪向手上名堂。弄的金子来你能在家自个打。可打没啥，张两万那块趁机货。趁机货嘛，送的才是16两支，一般性送了4两到5两，再多7两到8两是不得了子。现在也行当里面狮子大开口。送多少没少称的啊！几号？称了1斤半吧。1斤半？
张令阿爸，你不当你亲戚，当你老婆公啊？啊，答应了，不答应还回头的要人家回国，我一斤7两，我分答应的呀。你足足有人回国的倒是。哎呀，张令阿爸，可是派亲不是做生意，哪里可嘛拼拼求求，弄一斤么顺在？可能，答应的1斤。好啊，我跟个人生气，不过我答应了1斤嘛，你还要答应我桩事体。啥个事体？那就是趁金子的当口去过称也当我点一点。点什么事？一点24两对称。你是1斤半万？日本万配称呀，遇上个太高位高了。好，张令阿爸。哪里张气不争财啊？哪怕开典当8万家是弄得差价地比光，可是说过去讨完，还要弄独孤就讨过来的。得努力没法，逼得这在虎口内讧，只能够请许娘娘代价，请听我打。